歡迎大家又嚟到反轉老觀念。唔知道大家有冇見過人將個福字咁樣調轉貼呢？我細個嘅時候咧，覺得好疑惑㗎，點解好地地要將個福字調轉嚟貼呢？我大個先知，原來係攞個諧音，攞個意頭，代表福到。但我又會諗，其實咁唔係應該倒走咗呢福咩？不過呢啲民間嘅傳說，我哋都無謂深究。喺福音書嘅裏邊，耶穌就真係將福嘅定義完全調轉過嚟。佢甚至乎唔單止教訓咁樣講，亦都具體舉出咗一啲嘅事例，將福禍嘅觀念調轉。路加福音6章20至25節，耶穌舉目看着門徒說：你們貧窮的人有福了，因為神的國是你們的；你們飢餓的人有福了，因為你們將要飽足；你們哀哭的人有福了，因為你們將要喜笑；但你們富足的人有禍了，因為你們受過你們的安慰；你們飽足的人有禍了，因為你們將要飢餓；你們喜笑的人有禍了，因為你們將要哀慟哭泣。你就會話吓，窮竟然係福，富有竟然係禍，飽足都係禍，哀哭反而係好。你就會發覺呢啲嘅觀念，耶穌就會將你完全嘅調轉過嚟。通常我哋都只會祝福人恭喜發財啊、家肥屋潤啊、笑口常開等等。你斷唔會祝福人哋貧窮，你亦都唔會祝福人哋食唔飽、着唔暖。路加福音第6章呢一段稱為平原嘅教訓。當我哋睇嘅時候，我哋好多時就會將佢一跳就跳咗去馬太福音嘅第5章，因為馬太福音第5章講到8福。山上嘅寶訓嗰度講得幾咁好啊！講到屬靈嘅事物，講到屬靈嘅貧窮，講到飢渴無疑，嗰度我哋會好容易理解㗎。但係去到路加福音，我哋就會覺得好棘㗎啦，因為呢度唔係講緊屬靈嘅事物，而係講緊真正生活嘅貧窮，真正生活嘅飢餓，真正生活上面嘅哀哭。冇辦法，我哋生活喺地上邊，我哋或多或少都會受到咁樣嘅觀念影響。邊個想捱窮？邊個想捱餓呢？有邊個唔想開心，反而想哀哭以淚洗面呢？但係呢度我哋要澄清一點，聖經講嘅貧窮唔係因為我哋懶惰唔做嘢所導致嘅貧窮。喺其他嘅經文，好似帖撒羅尼迦後書等等，教導我哋應該要勞碌做自己嘅事，要吃自己嘅飯，唔好多管閒事，亦唔好叫教會受累。所以呢度講嘅貧窮並唔係因為個人因素而引起嘅。當時耶穌時代嘅世界，好多嘅有錢人，佢哋點解有錢？多多少少都係因為佢哋踩界，又或者做咗一啲唔啱律法嘅事。有一啲人好似法利賽人，佢哋會侵吞寡婦嘅財產；有一啲做稅吏嘅，佢哋會刻意收多咗稅；兵丁會用佢嘅權力去到訛詐人金錢。借錢俾弟兄嘅，仍然會收利息取利，等等各種各樣嘅情況，令到當時嘅窮人被剝削，生活得非常之辛苦。所以耶穌嚟到就係要特別顧念呢班貧窮嘅人。但係耶穌呢個舉動唔單止唔受當時社會所接納，甚至乎連佢嘅先鋒施洗約翰都接受唔到。路加福音7章20至23節。那兩個人來到耶穌那裏，說：施洗的約翰打發我們來問你，那將要來的是你嗎？還是我們等候別人呢？正當那時候，耶穌治好了許多有疾病的、受災患的、被惡鬼附着的，又開恩叫好些瞎子能看見。耶穌回答說：你們去，把所看見、所聽見的告訴約翰，就是瞎子看見、瘸子行走、長大麻風的潔淨、聾子聽見、死人復活、窮人有福音傳給他們。凡不因我跌倒的，就有福了。點解連施洗約翰都會懷疑究竟耶穌係咪彌賽亞呢？仲要特登差門徒去問呢個問題，而耶穌嘅回答亦都係將佢平時所做嘅事特別嘅，佢將最後嗰句說話更加突出。窮人有福音傳給他們，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。最後仲要專登去刺激施洗約翰，
要將佢嘅觀念扭轉過嚟。如果你係跟到耶穌嘅觀念，你就會明白佢所做嘅係啲乜嘢，並唔係要做一啲好大嘅事情，並唔係要扭轉成個國家啲乜嘢，那係從最小嘅做起，就係要將福音傳俾呢班貧窮嘅人，要將安慰帶俾呢班真正有需要、真正有福嘅人。其實耶穌要表達嘅觀念係好貫徹舊約聖經嘅基礎。舊約聖經五經好着重點樣去到看顧窮人，點樣為富嘅唔可以取利，並且要將佢所有嘅分俾窮人。喺先知書，譬如阿摩司書、彌迦書，亦都教導以色列人唔可以行不義，亦都唔可以剝削窮人。耶和華嘅審判就要臨到呢一班為富不仁嘅人。咁今日對於我哋嘅生活又有乜嘢觀念上面嘅轉變呢？今日係人都想發達，今日係人都想生活過得好啲，冇人想貧窮，冇人想飢餓，亦都冇人想哀哭。我哋都想 happy， 我哋都想生活無憂。無論你初出嚟在職，就要食好、住好、着好；去到晚年要退休嘅時候，亦都要有生活保障，有個錢揸喺手。富有點都係有福嘅，但係你有冇諗過，其實呢啲係咪真係福呢？甚至乎有啲基督徒仲要問：我可唔可以投機啊？我可唔可以賭錢啊？聖經都冇話唔可以。但係我哋做呢啲事嘅時候，就要諗下我哋財富嘅來源係咪嚟自剝削窮人，係咪嚟自剝削其他人，而你嘅財富得以增長啦？如果我哋係在意呢啲嘅財富嘅時候，正正就係耶穌所講嘅，呢啲唔係有福，反而係有禍。呢個世界今日有好多人身陷火海，有好多人今日唔知聽日事，有好多人喺貧窮線嘅底下，三餐都唔溫飽。我哋面對呢啲嘅情形，我哋有冇為此而哀哭呢？抑或係覺得自己開心就可以呢？呢一種嘅觀念，正正亦都係挑戰緊我哋今日有冇好好咁樣為呢啲弱勢嘅社群、窮人去到祈禱，甚至乎將福音傳俾佢哋，將施捨捐款俾佢哋。有一日，正如路加福音第16章，亞伯拉罕有一日就要同我哋講：亞伯拉罕說，兒啊，你該回想你生前享過福，拉撒路也受過苦，如今他在這裏得安慰，你倒受痛苦。呢一段正好就呼應耶穌剛才嘅教導。拉撒路生前冇享過福，甚至乎佢被丟喺財主嘅門口當中，財主對佢都不屑一顧。財主就係掛住自己奢華嘅宴樂生活，佢開心就可以。但係去到審判嘅時候，亞伯拉罕就要將呢個福禍嘅觀念完全嘅倒轉。弟兄姊妹，今日我哋係以咩為福？你羨慕做咩人？亦都我哋所傳嘅、所表達嘅係一個乜嘢嘅見證呢？今日呢一集嚟到呢一度，希望大家嘅觀念能夠俾聖經再次反轉過嚟。